当年正值我父亲病重，又战事告急，我只好女扮男装，混进军队，替父出征。敢问母亲姓氏？我姓花。母亲，你今日叫我来，我知道你这次来的匆忙，什么都没带，特意让他们给你准备了些布料。哇，还有一些首饰，喜欢吗？哇，喜欢。你要是喜欢啊，这些都是你的。你先放回去。当然熟了，母亲，力气挺大。我现在这身行头，跟上阵的铠甲相比，还差太远了。母亲，我听韩硕说，您父亲生前也是玄武城的司军，看来你是继承了老司军的衣钵。那你出家前也是司军吗？那时候还年幼无知，当年正值我父亲病重，又战事告急，我只好女扮男装，混进军队，替父出征。敢问母亲姓氏？我姓花。花啊，更像我熟知的那故事。就是那次出征，我结识了你的父亲。那时候他还是监军少军，我与他切磋时，把他单挑下马，打了他足足半个时辰。哎，那母亲为何现在不去当司军了？我毕竟是城主夫人，人前要做你父亲举止得体的妻子，这时间一长啊，假的也变成真的了。那你不后悔吗？我喜欢兵法，喜欢带兵打仗，但是我更爱你的父亲。我还生育了韩硕，我把我的学识、见闻、武艺都交给他。为了他们，我放弃这些，没有后悔。可是现在韩硕已经长大了，成人了，你就没有想过再次带兵吗？以前不敢想，毕竟女人想要家庭的同时，还想要事业是很难的一件事情。这两者如何兼顾，我不擅长。不会啊，在花园城，女人赚钱养家，当家做主，男人操持家务，这也是很和谐的。为什么花园城可以，玄武城就不行啊？可花园男子与我玄虎女子一般，也不能随性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我创造花园，女尊男卑，本想是让女人扬眉吐气一番，却从未考虑过花园男子的境遇，这不还是一样不公平吗？看来我的剧本确实有些问题。男子在外养家，不好让他们操持家务。那我想问母亲，何为家庭？夫妇一体，乃为家。两个人在一起的才是家庭，维系家庭的不应该是其中一个人的责任，对吗？